台湾知名的艺术家徐秀梅，早期曾经伫个报纸、杂志做过方面的设计，后来转向插画甲日设计的领域，今后透过线条甲日色彩来构筑空间的设计感。这届受到成功大学新台艺坊的邀请，总共呈现20多件，以着复合媒材的作品，结合画图、雕塑、影像、甲日光影，甚至是空间的装置。报名伫个绿光中的起舞，希望甲日新台校园来做结合。我想这件作品呢，可以说是因为这个环境跟地缘来创作的。那么这件作品叫《光之舞》，那刚好跟我们的这次展出主题是在绿光中起舞。那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？就是整个成大校园就是充满绿意的非常的宽敞而且优美。那么我想在这个时代里面，事实上是充满了很多的环境上的一个变数跟压力的。所以这次呢，有一点在提供一种怎么讲，就是一种心理的疗愈这样的一种艺术的一个起点。那么就是说，假设艺术它是可以带来心灵上的抚慰的话，那么这次是我希望就有一种所谓的绿意自然生态里面去深思之后呢，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，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提供一种美学的一种疗愈，来滋养这样的环境？那从这样的一个素材也好，或者是创作的一种形式，也是蛮特别的，因为它不只是绘画，不只是雕塑，不只是平面，也不只是立体的，它是一个结合的，等于说3度空间跟更多的是5维空间的一种追寻跟探索。徐秀梅艺术家的作品，对平面到立体，甚至跨越画图、雕塑、服装到影像甲空间的装置艺术等。这届展览对今日起到5月17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个前来感受艺术家透过多媒体复合的材料，给大家无同款的想法，为大家展开一场艺术疗愈之路。台南新闻引跟采访报道。